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黎生頻道嘅黎生帶你睇房節目。我係 Charlie， 你亦都可以叫我黎生。呢個睇屋影片唔係為咗賣房而拍嘅影片，呢個真實案例發生喺我同埋我團隊嘅真實案例分享，係我哋嘅團隊代表 Seller 將呢間屋賣咗之後嘅房屋影片。好嘅地方我會加分，唔好嘅地方我會扣分。最後我會公佈呢間屋經過我哋談判之後賣出去嘅成交價。估計你係好難揾到第二個好似我咁樣做睇屋影片嘅。好，呢次我要同大家介紹嘅屋係一個半獨立屋，佢係位於 Richmond Hill 嘅 Crosby 社區，係位於 Bayview 夾 Engine Mills， 係個校區房，離著名嘅高中 Bayview Secondary School 只係5到6分鐘車程嘅啫。呢間學校呢，好多人都知道啦，而且好多華人呢係衝咗呢間學校嚟呢個社區買屋嘅。咁呢間學校咧，依家目前飛沙排名咧係喺749間學校入邊排名12位嘅。但係前2年咧，佢嘅排名咧仲係第9位嘅喎。咁依家下跌咗啦。咁呢間學校咧有 IB 課程嘅。呢間屋離大型嘅 Plaza 亦都好近，生活購物都好方便。好，我哋一齊去睇下呢個社區同埋呢間屋嘅情況啊。呢間屋喺 Crosby 社區，係個舊社區。係1950年左右開發嘅社區，雖然係舊社區，但同樣好受到華人歡迎，因為唔單止係校區房，而且係華人聚居嘅商圈之一。無論衣食住行、教育、生活設施、娛樂、醫療服務等等各方面都好方便。華人佔嘅比例係15% 左右，其中講粵語嘅係5%，講普通話嘅10%，伊朗裔嘅佔30%。呢個社區極少黑人，印巴人都好少。家庭平均收入係148000左右，治安指數比較高。呢個社區嘅屋以傳統嘅 bungalow 為主，所以地皮普遍都好大，好適合翻建。所以前幾年好多人嚟呢個社區買屋嘅目的都係為咗翻建。呢間屋喺內街，安靜及安全，樹木好多，鄰居嘅屋都好整齊，前花園打理得好好。呢間屋喺 corner 位置 ，bungalow 嘅半獨立屋 ，lot 係52.86乘100 feet， 非常大同埋標準嘅地皮。driveway 既寬又長，能夠同時停8部車，加上雙車庫，總共可以停10部車。呢個車庫係 attach， 唔佔用間屋入邊嘅面積同埋地下室嘅面積。呢個係呢間屋其中之一嘅價值所在。屋主喺呢度起咗一個好有特色嘅門。門嘅入邊右手邊係個分門，可以直接落 basement。左手邊係前花園，通道做到 interlocking。前花園打理得好好，種咗好多樹木同埋花花草草，做咗一個好大好靚嘅涼亭。涼亭嘅地面上鋪咗 interlocking。夏天喺呢度招待朋友或者 barbecue 或者 hot party 都非常適合，因為喺 corner 位置唔容易對鄰居造成打攪。呢塊地皮好大，而且好方正，好容易使用同埋佈置。因為呢個前花園同埋後花園係連埋一起嘅，所以先至咁大同埋咁好用。呢間屋個牆身另外一邊係同鄰居連接，所以呢間屋係半獨立屋。呢個 deck 亦都做得好好。我哋從呢個後門入屋睇睇。入屋後睇到客廳仲係比較明亮嘅。呢個客廳同埋餐廳係連通嘅，所以睇上嚟嘅面積比較大。8尺嘅 smooth ceiling， 有 molding， 有適量嘅 pot light。呢個後門有玻璃，可以透光入嚟。門嘅旁邊有呢個 closet， 有啲特別，因為通常後院嘅門旁邊係冇 closet 嘅，一般喺前門嘅旁邊先至有，證明平時係主要從呢個門出入嘅。客廳嘅地板係新鋪嘅屋實木地板。用材料嘅地板係比較高檔次嘅，牆身同埋司靈都係新油漆過嘅。餐廳嘅位置比較寬敞。呢間屋入邊嘅室內面積係1054尺，作為一個 bungalow 嘅半獨立屋，有1054尺嘅面積都算好大㗎啦。首先睇入邊嘅第一個房間，呢個係主人房嚟嘅，面積係10.2乘以15.45，比較方正同埋寬敞。
足夠位置放張 Queen size 嘅大床加兩邊床頭櫃。地板亦都係有整體式嘅屋實木地板。呢個浴室係3個房間共用嘅，係新裝修嘅。呢個地板係瓷磚，唔係木地板嚟。有個新嘅 vanity， 2個大嘅醫藥 cabinet， 唔平㗎。一個新嘅浴缸，冇 shower。浴缸嘅牆身鋪咗同一批次嘅地磚。有個大窗，明亮。浴室嘅旁邊係中房，面積係8.73乘11.88，能夠放張 double size 嘅床加兩邊細嘅床頭櫃。地板亦都係同一批次嘅屋實木地板，保養得好好。同樣一個大窗，明亮。呢個 closet 嘅空間都唔算細，牆身同埋司令都係新油漆過嘅。旁邊係第3個房間，呢個細房間。面積係10.53乘8.07，同中房嘅面積差唔多，只係細一啲啲，亦都係比較方正，亦都能夠放張單人床加兩邊細嘅床頭櫃。Closet 有啲細，但係呢個細房間入邊有位置再放一張5斗櫃嘅。好，我哋去廚房睇睇。廚房喺餐廳嘅對面，呢個廚房嘅面積比較寬敞，新鋪咗有色彩嘅地磚 ，countertop 係 marble， 底座屋實木，係重新油漆過嘅。一般嘅瓷磚做 backsplash， 檔次唔算高。櫥櫃入邊嘅夾板採用咗3夾板，門板係屋實木，用料比較高檔。直角形嘅 countertop， 而爐頭係單獨喺另外一邊。呢種 layout 有啲怪。抽油煙機係新款式嘅，但爐頭嘅牆身冇做 backsplash。爐頭嘅旁邊有個窗，可以睇到花園。廚房另外一棟門連接呢個分門。呢個分門嘅外面係花園中間嘅位置，出嚟後啱好喺涼亭呢度。呢個門你亦都可以作為前門，因為入嚟後就係廚房同埋去 basement 啦。如果 basement 出租嘅話，你可以要求租客使用呢個前門去 basement 嘅，亦都可以從車庫旁邊嗰棟門出入 basement 都得。我哋等陣去前面嗰棟分門睇睇。地下室已經裝修好啦，地板鋪嘅 vinyl。basement 嘅空間仲係比較大嘅，睇到有客廳、餐廳同埋廚房。裝修得仲係唔錯嘅。呢個係臥室，有一個好大嘅窗，好明亮。呢度有個 walk-in closet。房間 ceiling 有啲低，應該係6尺左右嘅啫。通常 basement 嘅房間 ceiling 都係差唔多㗎，還算好。呢個房間有個大窗，唔至於好壓抑。房間嘅旁邊呢度有個位置做 office。呢個位置嘅司令亦都比較低，真係只有6尺左右嘅啫。但司令做得好好，並且有適量嘅 port line。牆身係新油漆過嘅。呢個門裏邊係設備房，但設備房仲有另一棟門喺另一邊嘅。呢個 furnace 係低效爐，而且比較舊㗎啦，應該差唔多要更換㗎啦。而家去設備房嘅另一邊睇睇，呢度個浴室，先睇下呢個浴室先。浴室係新裝修嘅，地磚嘅顏色有啲深。一個新嘅 vanity 係現成嘅產品，站立式shower裝修得比較漂亮，面積都比較寬敞嘅。從呢道門入嚟就可以睇到設備嘅全面啦。洗衣房亦都喺呢度。設備房裏邊嘅空間比較寬敞，從呢度可以睇到呢個 furnace 確實好舊啦，應該差唔多要更換噶啦。依家呢個加濕器應該係唔工作噶啦，亦都需要更換嘅。熱水器亦都係舊嘅，亦都係差唔多要更換噶啦。呢個洗衣機同埋乾衣機反而係新嘅，而且係大 size 嘅。裏邊仲有一個門，呢個門就係連接前面嗰個分門啦。有7部級樓梯，樓梯好寬敞。鋪嘅地磚一直鋪到門前同埋通道，咁樣方便清理。呢個車庫，從呢個窗睇睇車庫入邊，
車庫裏邊有裝修，車庫而家唔係用於停車之用，而家係用於 workshop， 有啲似做櫥櫃嘅 showroom。地面鋪咗地磚，入邊嘅空間面積仲係好大嘅。如果要停車嘅話呢，係可以停2部 cargo van 嘅。車庫冇直接入屋嘅門，只有一棟側門喺旁邊。嗰個車庫係標底原裝做嘅，唔係屋主自己加裝嘅。但係如果喺裏邊開一棟門嘅話呢，其實都好易嘅。通道嘅盡頭仲有一棟門，呢棟門好似專門為咗呢個冷氣機而開嘅，因為旁邊呢度就緊挨着鄰居後院嘅 fence 啦，冇其他空間啦，只有夠一個人嘅位置走過去，所以基本上呢棟門平時係唔會經常開嘅。翻到屋入邊，睇到前面呢棟門係可以直接通過呢個樓梯落 basement 嘅。好，我哋翻 basement 繼續睇。從呢棟分門落樓梯再入 basement， 咁樣係比較舒服，亦都唔容易將地下室嘅地面搞邋遢。咁樣能夠經常保持地下室地面嘅乾淨同埋保養。洗衣房呢度亦都可以做個 mark room， 方便換鞋帽。而係入嚟就係客廳同埋廚房啦。所以呢個門入嚟比中間前門入嚟要好一啲。呢個廚房嘅位置唔錯，上面有個大窗，使得廚房比較明亮。廚房嘅裝修雖然唔係全新嘅，係有啲舊，包括呢個雪櫃同埋爐頭都有啲舊，但好明顯保養得好好。Countertop 牆身同埋櫥櫃都好乾淨，冇任何破損。呢個窗好大，因為爐頭唔係喺呢邊，所以窗簾同埋 countertop 能夠保持乾淨嘅狀態。餐廳面積亦都比較大嘅，可以放張4人嘅餐台。廚房、餐廳同埋客廳都係連通嘅，所以面積睇上嚟比較大同埋寬敞，感覺比較舒服。地下室有幾個大窗，而且呢啲大窗都喺地面之上嘅，所以都有好好嘅採光，使得成個 basement 都好明亮。白天甚至唔使開燈都可以。呢個 basement 有個臥室、有個辦公室、一個浴室、廚房同埋寬敞明亮嘅洗衣房。好似咁樣裝修比較舒服嘅地下室，依家係可以租1800蚊一個月左右，而且係比較容易租嘅。好多人都好中意呢種咁嘅地下室。一樓嘅 layout 還算可以，廚房面積比較大，1000尺嘅 bungalow其實係好舒服嘅。咁樣嘅 bungalow其實好適合退休嘅或者年紀大嘅老人家居住，唔單止能夠出租地下室增加退休金嘅收入，而且自己住喺上邊唔使爬樓梯。對比住 condo 可能會好一啲。最後我同大家匯報呢間屋嘅售賣情況。好，相信大家對呢間屋都有所了解啦。嗱，呢間屋係 bungalow 嘅半獨立屋，地皮好大，雙車庫 ，driveway 可以停8部車，室內面積係1054尺，地下室裝修得好好。嗱，我哋個團隊今次係代表 seller 賣呢間屋嘅，我哋叫價係799000，當然要唱 offer 啦。嗱，好似呢間屋目前嘅市場價咧係95萬左右嘅。當晚我哋收到4個 offer， 依家 buyer market 仍然有4個 offer， 算唔錯噶啦。嗱，有人會話依家係咩時候啦？仲有人搶 offer 啊？當然有啦，好嘅屋仍然賣得好快，仍然要搶 offer 嘅。最後係幾多錢成交呢？係975000，比市場價賣高咗25000啊，唔容易啊！依家喺咁差嘅市場都能夠賣出咁好嘅價錢，而且上市嘅天數總共係8日嘅啫，就賣出啦。嗱，除咗呢間屋好之外呢，仲要感謝我哋團隊嘅努力同埋專業性，我要特別鳴謝 Phil Coaches。好，呢次黎生帶你睇房節目就先到此為止，幫你間屋低價買入，高價賣出係我最高嘅追求。聯繫我啦！喺我影片好多地方都能夠揾到我嘅聯繫方式嘅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